消息，朝聖娛樂城重磅出擊，第首筆9000萬周年慶活動，記得關注以下時間領取福利。2月22日到3月24日，有效充值會員領取1份紅包；3月10日到3月24日，有效充值會員領取2份紅包；3月19日到3月25日，有效充值會員領取3份紅包；2025年3月28日到2025年4月7日，有效以排名勝出以下趣玩環節，會員即獲1份紅包。另外，3月28日到4月7日，仲有特別趣玩任務，贏取以下名貴禮品：1粒比特幣、8達菲力1隻、5980 1R-001、勞力士1隻、116519 LN-Black-G、勞力士1隻、116613 LN-97203、勞力士1隻116508 Green Color， 勞力士1隻116508 Black Color。最後一定要記得關注朝聖娛樂城 CS Bet.VIP。